时间得过真紧，目一年，阿龙已经大济。毋过，甲一般的囡仔较无相像的是，阿龙咧大真紧，才大济尔，已经像3岁囡仔遐大汉。阿公仔了伊迄粒桃仔是仙桃，自迄天食迄粒桃仔了后，精气神饱甜，骹手嘛加真溜俩。阿婆仔风湿酸痛带十外冬，嘛自食着桃仔了，就毋捌听伊哀过。人讲7岁8白，9月发9牙。咱阿龙4个月在受难的时，就已经会晓走，拢无照俗语在行。凡说拢是迄粒桃仔的应效。阿龙甲所有的3岁囡仔拢同款。真活泼，逐工伫厝里四界撞。老公婆看伊哭哭撞，惊伊受伤，要辱是定咧辱袂赴。阿龙介巧，学啥拢教1-2遍啊，就会。阿公仔想讲，这囡仔遐巧，规工伫厝噗噗跳，嘛毋是头路，不如甲送去镇上遐学写字。捌字总是无败害，庄年无几户人家，自然嘛无学堂。毋过镇上是学堂先生退休，若有囡仔要捌字，拢会去拜托伊教。即天早顿食饱，阿公仔甲阿龙带咧，就为镇上遐去。路年甲阿龙讲。等下带你去先生遐学写字，你着爱乖，爱听先生的话哦。阿龙听到会当学新的物件，欢喜甲喙笑目笑应好。无偌久，就到镇上遐。阿公仔甲代志讲互镇上知，两个人讲定会好势。就甲阿龙留伫镇上因兜，家己去做田年的工课。安尼逐工无歇，一直到第4天，在食早顿的时，阿公甲阿龙问讲：学了啥款？有趣味无？阿龙煞应讲：迄白话字做简单，会晓讲就会晓写。我已经拢会晓啊，今日我是要去别位佚佗。阿公行一条，心内想讲：哪会遐紧就去互牵绕去？佮想，既然都捌字啊，镇上遐有介济册，无甲带去遐读册嘛袂歹。互阿龙啊，加减仔捌寡道理。就甲阿龙讲。安尼，咱今仔日莫学写字，咱去先生遐看册，看册足深色，册内底有足侪好耍的故事呢。阿龙听到深色好耍，同款花头喜面应好。两个人食饱，照常为镇上遐去。自安呢，去读册变做阿龙逐日固定的代志。阿龙4岁迄年，厝里来一个查甫人，是阿公仔的朋友，甲人订谈，小拍受重伤，知影阿公仔捌寡草药啊，会晓治伤，专工来找。伊人真细致，本底药啊摕咧就要走。阿公仔甲讲：你伤到遐尼重，要安怎走？咱这啥物交情啊？加一副碗箸尔，伤治好才走啦。甲伊留，后来伊伫厝里住要几个月，号做真啊。这个真啊，拄来的时爱食饭、食药啊，才会看到。其他的时间，拢伫人客房倒咧休困。差不多经过2礼拜了后，人才较有元气。有时会去门口埕练刀，讲是练刀，
嘛是举叉机在比一个势尔，无真正动气力。讲是加减啊振动，人会较紧好。阿龙看到心色，嘛举叉机伫真啊边仔对咧比。真啊看阿龙过水，就互伊对伫边仔咧学。安尼几工了后，反正是真啊看阿龙舞甲办势袂歹，煞开始会甲伊加减啊点拄。过差不多2礼拜，真啊人好甲完全，摕一支木刀，甲阿龙叫去门口埕。龙啊，你真少看，这是我的刀，刀爱安尼舞。刷落来，真啊豆豆啊，甲伊的刀法演一遍，互阿龙看。武刷，佮讲，咱两个有缘，我的刀法你会当记偌济，算偌济。这支木刀是我这几日写的，留互你做纪念。刀爱逐日练，时间长短无要紧，练久你就会有体会。刷落来，甲老公婆行礼，说多谢，人就要离开。阿龙毋甘，甲真啊三支扭咧，毋好走。真啊伸手，甲阿龙头壳搔搔咧。龙啊，乖，这下有要紧的代志爱处理，我若处理好势，才来找你。真啊讲煞，人就去行。真啊拄行一块仔路，阿龙已经目屎流目屎滴，忍袂牢，对真啊大声喊：这个，你一定爱过来哦。真啊听到，越头对阿龙笑一个，无搁讲啥，人就继续行去。迄暝阿婆啊打真久，阿龙才困去。梦呢啊，搁一冬，阿龙已经5岁，汉草已经甲大人差不多。读册、练刀以外的时间，就甲老公婆啊斗做寡工课。阿龙残年膝头行行下，抾茶洗衫无问题，有闲钓鱼掠水鸡，落鼎红烧做面皮。因两个翁仔某嘛渐渐啊较清闲，三个人欢喜自在好过日。伫这驛贴的庄脚所在，若要知影别位的消息，定定拢是靠一寡四界走踪的生理人在流通。有时是画玲珑的，有时是来钓美娘的，嘛有拍拳头卖药仔的，戏班仔、走江湖的艺人，不三时会来庄里，加减啊做寡生理。做生理的时，喙嘛无咧用，甲家己四界行大听到的消息，参寡家己的意见，讲互趣味、笑亏，也是喊鼓，互人听到心色有趣味，声人留落来听，嘛较有机会加做寡生理。若甲因想做庄脚的新闻放上头，嘛真斗大。毋过，这新闻拢有掺一寡因家己的意见，这含俗语在讲的假话会假，有了啊歪意。拄好有一日，华玲珑的来到庄里做生理。华玲珑，10岁。华玲珑，10岁。阿龙听到华玲珑的来，手头无啥要紧的工课怎办咧？紧走去看。这华玲珑的车一车生活杂货，甲一寡都市较时行的新烟货色，来到庄里做买卖。买卖哪做哪讲古。今仔日讲到出港岛往南搁去的迄粒岛，
来两个大歹人，有够恶质，抢人的钱，烧人的厝。人若要反抗，就甲人拍甲半烧死，叫大家就爱做因的奴才，照时间爱纳钱粮，无就阁要继续糟蹋，伫遐咧做土霸王。岛上的人，大家惊因惊甲要死，敢反抗的已经拢互拍甲叫唔敢，人人腰肌失顿，消散落肉，有厝无人住，有路无人行。阿龙心肝好，伫镇上遐读册，嘛捌真济道理，知影人着互相斗相共，袂使无理共徛，何况是安尼在压迫百姓，这敢有道理？敢有人性？听着华玲珑的安尼讲，伊人真受气，气甲规身躯在做，气甲喙齿强要咬断去，规个面仔红光光，有气无当透。这天骹下竟然有遐傲慢的人，赶紧问生理人。你讲的，敢有真实？因讲，确实是安尼。听着生理人安尼讲，阿龙气甲爬起来跳，嘴痒。可恶，可恶啊！人活的就为厝行去。